咱台湾伫1987年7月19的时阵戒毒戒严，对明仔载9月初10开始算，咱恢复民主的日子，就比戒严的日子还阁较济啊。即马有民间团体是按算要来办一系列的活动，提醒大家要爱保守民主，唔通惊翻头。 10几个 NGO 团体车载讲做中原法规普渡的，唔是好兄弟，是过去台湾戒严38冬来的创伤。台湾伫1987年7月19戒毒戒严，结束38年又搁56天戒严的日子。也若对戒严算到今年的9月初10，台湾行伫民主的日子已经有38冬，搁过57天戒严的日子，就会坐过戒严。所以民間團體也對9月初9開始舉辦一系列的民主活日線活動。到明仔載開始，咱的自由民主的時間，較比過去迄個黑暗的戒嚴的時間過去一天，咱的民主其實佫較少年的。 哦，伊嘛有誠濟嘅危機，伊嘛有誠濟問題，咱嘛好好去聽惜咱台灣民主嘅即個發展。主辦單位倒wat冊店也邀請學者來參加連續12點鐘嘅講座，做伙下過9月初10嘅民主活日線。現場要拄畢業嘅大學生以少年人嘅角度來看這段歷史。伊講雖然伊出世是佇咧民主嘅時代，但是伊認為戒嚴時期嘅歷史袂當因為時間過去就互人放袂記。 就算我們現在已經就是解嚴了，然後已經算是一個民主的時代，可是我覺得那個討論的空間還是其實沒有，就是討論的空間還是不夠舒適，讓大家都願意有勇氣去講這件事情。根據統計，在戒嚴時期，台灣攏總有14萬個無辜的受難者，3000多人互人判死刑。倒wat冊店也表示，現主時的台灣是一個真少年的民主國家，未來的路閣真長。就算面對中國的壓力，咱嘛唔通驚翻頭。記者陳亞軒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